之道深闊長，其義恩典共均享。各位心機旁邊嘅朋友，歡迎你收聽恩典之音節目，係由華人恩典基督教會提供。生命旋律，開路者國際傳播協會製作，劉琦編稿，林彬主持。仰望神。芬尼克羅斯比係一位聖詩嘅作家，喺佢嘅一生當中寫咗超過8000首聖詩。不過我唔講，或者你哋唔知噃。芬尼克羅斯比佢出咗世6個星期啫，就盲咗對眼啦。如果換着其他人，一出世就睇唔到嘢，我諗想振作起嚟都幾難啦。但係芬尼呢，佢就從來都冇為呢件事埋怨過噃。仲記得有一次，有位牧師喺正道嘅時候提起佢，就用好同情嘅口吻向住佢同啲會眾咁講：神將咁多寶貴嘅恩賜賜咗俾佢，獨係偏偏就冇將一對眼，一對睇到嘢嘅眼俾佢。我相信呢一個一定係佢一生當中最大嘅遺憾啦。而當證完道之後，芬尼就好恭敬咁同呢一位牧師講：牧師，我好多謝你嘅關心。不過喺我出世嘅時候，如果我可以向天父提出一個要求，我依然會求佢使我一出世啫就盲咗雙眼。呢位牧師當然好奇怪啦，就問佢點解。芬尼克羅斯比跟住咁講：因為將來我翻到天家之後，我第一眼可以見到嘅就係我嘅救主。呢一個咁寶貴嘅經歷，好多人恨都恨唔到啊！咁樣我係咪好值得高興呢？呢一段短短嘅對話，俾我哋帶出一個人生嘅真理。牧師為咗芬尼，因為自細就睇唔到嘢而覺得遺憾，但係芬尼呢，佢就以失明為美。佢盲咗雙眼，使佢面對好多呢一個世界用眼可以睇到嘅誘惑，使佢可以專心去尋求神。而神亦都祝福佢，嗰8000首詩歌就係聖靈喺佢心裏邊運行嘅成果啦。人可以用雙眼睇到好多嘢。但係如果人貪圖眼前嘅事物而離棄神呢？咁睇到嘢未必係一件好事。如果大家唔相信嘅話，或者我哋一齊睇下創世記啊！我哋一齊睇下創世記嘅2章7節，一路去到3章嘅24節啦。經文話，神將亞當同埋夏娃安置喺伊甸園入邊，神吩咐佢哋所有嘅生果都可以食。唯獨係分辨善惡樹上面嘅生果就一定唔可以食，食咗咧佢哋就會死。但係夏娃就喺蛇嘅引誘底下，順從咗自己嘅意願。創世記3章6節咁話：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佢哋一食咗啫，就麻煩啦。無疑，佢哋真係眼睛明亮，但係心靈呢，就從此被蒙蔽啦。佢哋失去咗同神之間最美好嘅聯繫。睇到、聽到，甚至有思想，唔係壞事。不過，如果所睇、所聽、所想嘅都係由自我嘅角度去衡量呢，咁我恐怕就唔多好啦。又或者我哋一齊講下摩西帶啲以色列人去迦南啊。喺未入迦南地之前，摩西派咗12個探子去窺探嗰一塊應許之地。當佢哋翻嚟嘅時候，佢哋一致都承認嗰度果然係流奶與蜜之地，
佢哋仲帶埋當地嘅生果翻嚟俾佢哋睇添。不過佢哋跟住就話，當地啲人高大強壯，城邑堅固，喺相比之下，佢哋只不過好似一隻蚱蜢咁啫。而佢哋嘅結論就係，呢12個探子當中有10個人話以色列人冇辦法可以攻得入迦南，只有約書亞同埋迦勒佢話，如果耶和華神係喜悅嘅話，佢一定會帶啲以色列人入去，所以根本就唔使理當地啲居民係點樣。喺佢哋兩個講完呢一番說話之後，啲以色列人立即就騷動起嚟，佢哋甚至要打死約書亞同埋迦勒咁滯。大家聽到會唔會覺得好奇怪呢？嗱，佢哋12個人一齊去睇，點解有2個人咁嘅睇法，而其他10個人又完全唔同嘅呢？或者我哋先講下嗰10個探子啊，佢哋都係以自我為中心嘅人，佢哋將自己同啲迦南人比，矮咗人一橛，未打啫就已經驚定先啦。而約書亞同埋迦勒呢？佢哋專注喺神嘅身上，佢哋用神嚟到同啲迦南人比。嗱，咁樣比，你話邊個高大威猛啲，邊個犀利啲啊？嗱，及至後嚟約書亞同埋迦勒能夠入迦南地，就係因為神喜悅佢哋專一嘅心志。以神為生活中心嘅人，絕對唔會用自己嘅籌算去取代神嘅計劃。如果單從人嘅角度嚟睇呢，好多嘢都係值得我哋驚，值得我哋擔心嘅，因為我哋唔單止資源有限，好多時仲會力不從心添。但係如果我哋認識到全盤嘅計劃都係出於神呢，咁就會好唔同啦。喺歷代志下嘅14章就提到，古實王謝拉佢帶住100萬雄師同埋300架戰車去攻打猶大。當時嘅猶大王亞撒見到對方人強馬壯，就立即向耶和華神禱告。你想唔想知佢點講呢？或者我哋一齊睇下歷代志下14章11節呢？亞撒呼求耶和華他的神說：耶和華哦，唯有你能幫助軟弱的，勝過強盛的。耶和華我們的神哦，求你幫助我們，因為我們仰賴你，奉你的名來攻擊這大軍。耶和華哦，你是我們的神，不要容人勝過你。呢篇祈禱文俾我哋睇到，亞撒由自我恐懼轉移成為對神嘅一種信靠仰望，結果神使到古實嘅軍隊大敗。經過呢一場戰役之後，亞撒好應該信靠神同埋仰望神先至啱噶。點知事實就剛好相反噃。當經文去到歷代志下16章嘅時候，我哋就可以睇到，當時以色列王巴沙攻打亞撒嗰一次呢，亞撒就冇求告神啦，佢竟然將耶和華神嘅殿同埋皇宮裏邊嘅金銀財寶攞晒出嚟，送俾亞蘭王便哈達，希望佢幫手打走巴沙。結果巴沙就被打退啦。而亞撒呢，亦都俾先知哈拿尼責備，佢做咗41年皇帝啫，就死咗啦。嗰一次，亦都可以算得係佢人生最大嘅敗筆啦。詩篇嘅第20篇第7節咁話：有人靠車，有人靠馬，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神的名。如果人依靠物質，依靠勢力，咁呢一個人好容易就會以自我為中心，會係一個驕傲自信又追求俗世虛榮名利嘅人。箴言書16章9節教訓我哋咁講：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為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詩篇嘅第127篇1節呢，就咁話：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籌算得以立定係出於神，所有嘅成就亦都係在於神。所謂立志為善由得我，但係做唔做得到呢？成唔成功就由不得我啦。
因為一切都係依靠神嘅恩典同埋神嘅能力而成就嘅。當年猶大國岌岌可危嘅時候，神就興起咗耶利米做佢嘅先知。不過呢一位先知嘅遭遇都可以話得係坎坷同埋淒涼啦，甚至佢嘅書記巴錄都覺得跟住佢冇乜出息。不過神就對佢咁講：一切嘅建立、拆毀、栽種、拔出嘅權柄，都係在於耶和華神。呢段歷史俾我哋一個好大嘅提醒。如果我哋要有一番作為嘅話，就唔好只顧目前，我哋要靜心等候，觀察神嘅作為。我哋要做好準備，隨時聽神嘅吩咐。因為神嘅話語就係我哋腳前嘅燈，路上嘅光。而喺我哋追求以神為中心嗰一種生活嘅時候，我哋一定要破除自我嘅封鎖，完全信服神嘅帶領。親愛嘅弟兄姊妹，親愛嘅朋友，以賽亞書50章7節教訓我哋咁話：主耶和華必幫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臉面，好像堅石。我也知道我必不致蒙羞。以自我為中心嘅人，注定係一個孤獨嘅失敗者。如果以神為中心呢，我哋唔單止會得到神隨時嘅幫助，更加可以靠住對神嘅信靠信服，戰勝一切嘅誘惑同埋攔阻添。就讓我哋彼此互相勉勵，定睛仰望嗰一位信實嘅神啦。仰望藍天，望卻看不見有盡，讚頌你的慈愛遠高諸天。遠望雲山，望見你真理國度，這地如天中變沒了，唯獨你公義永遠。全地藉你手所創造，世界彰顯榮耀。穹蒼村中無盡大愛，你每天施恩典。聽朋友喺學校裏邊當啲學生去玩打波嘅時候咧，往往一班學生就分成兩組啦。有啲組長就會輪流嘅，一個一個挑選佢哋嘅球員啦。喺挑選球員嘅時候，每組嘅組長都會挑選佢認為最好嘅球員啦，一個一個咁挑選落去。
唔淨止喺挑選球員嘅時候啊，其實在我哋往往挑選朋友嘅時候都會係咁。我哋會喜歡挑選嗰啲條件好嘅人做朋友，而呢唔願意同嗰啲條件唔好嘅人交朋友。原因好簡單啫，無論係挑選球員或者挑選朋友，我哋嘅目的都係為咗自己嘅利益。但係基督教嘅信仰中心人物呢位耶穌基督喺世界上面挑選門徒嘅時候呢，佢就冇按照世界嘅標準嚟挑選佢嘅門徒，反而耶穌挑選佢門徒嘅標準同世界上面一般人所睇重嘅條件同埋資格呢，好似啱啱係相反添。聖經路加福音第5章27到32節就講到耶穌挑選一個稅吏做佢嘅門徒。稅吏就係當時收稅嘅人。收稅嘅人有咩唔好啫？或者等我哋睇下當時歷史背景先。喺耶穌嘅年代咧，猶太人就喺羅馬帝國嘅控制之下，羅馬政府咧就派咗當地嘅人向佢哋自己同胞徵收各種各類嘅稅。當地嘅人就因為呢啲嘅稅吏係為咗侵略佢哋同埋壓迫佢哋羅馬政府收稅嘅咧，大部分人都睇唔起呢啲稅吏，認為佢哋係走狗，係賣國賊。唔淨止係咁啊，當時嘅稅吏嘅收入咧就唔係靠薪水嘅，而係按照佣金。佢哋能夠替羅馬政府收到嘅稅越多咧，自己嘅收入就會越多。因為咁啊，一般嘅稅吏咧諗盡辦法咧向人徵稅，於是佢哋嘅銀包咧就會越來越滿啦。所以嗰個時候啊，冇人係願意同啲稅吏做朋友，尤其係啲自以為是嘅人呢，更唔願意同啲稅吏打交道，因為佢哋係賣國賊，佢哋自私嘅人，佢哋最下流噶。有咗呢個歷史背景呢，我哋就能夠睇得出，耶穌挑選一個稅吏做佢嘅門徒呢，絕對唔係一件普通簡單嘅事。耶穌知道佢嘅同胞會批評佢同呢種人做朋友。尤其係嗰啲宗教領袖更會咧指責耶穌嘅。既然係咁，點解耶穌仲會選擇呢個叫做利未嘅稅吏做佢嘅門徒呢？耶穌咁樣做就係想話俾我哋世界上面嘅人聽，神嘅恩典係非常廣大噶，甚至一個俾人睇唔起嘅罪人都可以得到神嘅恩典。叫凡係聽到基督教福音嘅人都唔會因為怕自己嘅罪惡深重啊，而唔敢嚟到耶穌基督嘅面前。正如耶穌願意呼召一個稅吏接納一個稅吏，耶穌亦都會接納你同埋我。以至耶穌基督後來一個好出名嘅門徒保羅，佢喺提摩太前書第1章就做過咁嘅見證話。講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還蒙了憐憫，在罪人中我是個罪夫。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夫身上顯明他一切的忍耐，給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樣。聽眾朋友你好，我係林安，好歡迎你繼續留喺收音機旁邊收聽普世間今日嘅節目。我哋今日係講緊耶穌挑選啲咩人做佢門徒咧？咁我哋就講到耶穌選咗呢個利未、呢個稅吏、呢個罪人、呢個人睇唔起嘅人，就係願意俾我哋知道神嘅恩典係超過我哋所能夠想象，神嘅恩典能夠遮蓋我哋一切嘅罪惡。神係要藉着呢個稅吏帶領其他好似佢咁樣嘅人嚟相信耶穌，係接受救恩。當稅吏利未跟從咗耶穌之後，做咗耶穌門徒之後咧，佢就喺自己屋企裏邊大擺筵席，請咗好多其他嘅稅吏同埋其他嘅人一齊嚟食飯啦。利未呢次請客有2個重要嘅目的：第一，佢要喺佢嘅朋友親戚面前正式嘅表明佢已經係一個改過嘅人。佢已經為佢自己嘅罪惡悔改啦。佢現在再唔係一個貪錢貪財嘅稅吏，而係一個願意跟從耶穌嘅門徒啦。喺親戚朋友面前做公開嘅見證，絕對唔係容易噶。
有啲嘅親友一定會喺心裏面諗，呢個利未而家都唔知搞咩花樣，玩咩把戲啦。一個喺社會裏邊被公認為壞人嘅人，話佢已經改過，話佢已經同以前不同，唔係容易俾人接受嘅。聽到呢句說話嘅人都往往會懷疑，我哋自己亦都會常常都唔相信一個真正嘅壞人係完全改變噶啦。正如中國人有講話，江山就易改，品性就難移。但係利未啊，並冇因為怕人哋唔相信佢，怕人哋嘅懷疑咧，而將佢得救嘅經驗見證收埋，反而佢係大派筵席，請咗好多個認識嘅人嚟到佢屋企裏邊，話俾佢哋聽呢個得救嘅經驗。利未呢次請客仲有一個更重要嘅原因，就係佢要將耶穌介紹俾佢嘅親戚朋友、鄰居、同事。佢希望佢哋都有機會認識耶穌，聽到神拯救世人嘅好消息，令佢哋都有機會接受神嘅救恩。利未以前成日就掛住收錢賺錢，佢冇時候關心自己嘅靈魂，更冇時間思想佢人生嘅意義。佢嗰啲同事、佢啲朋友一定同利未都一樣，係對宗教冇興趣，對靈魂嘅問題呢不關心。所以利未就要藉着呢個機會，將耶穌嘅救恩介紹俾佢哋。佢要佢嘅親戚朋友有機會認識耶穌，令到佢哋都能夠為自己嘅罪悔改，同利未一樣呢，重新做人。不出所料，當嗰啲自以為是嘅人睇到耶穌去到利未嘅家庭裏邊，同一大批所有嘅罪人一齊食飯呢，佢哋就嚟向耶穌嘅門徒咧投訴發怨言啦。佢哋話：你點解要同稅吏同埋罪人一齊吃喝呢？佢哋諗，如果耶穌真嘅係一位宗教領袖，佢唔應該同呢啲被人公認為罪人嘅一齊食飯同埋做朋友噶。耶穌點樣答佢哋？耶穌話：無病啲人用不着醫生，有病啲人才用得着。我來本不是找義人悔改，乃是找罪人悔改。耶穌呢個回答就唔係話咧嗰啲自以為是嘅人係冇罪嘅義人。佢嘅意思就話呢啲人佢根本唔知道自己係罪人，佢哋唔知道自己嘅靈魂需要耶穌嘅醫治。其實佢哋同利未一樣，都係一個罪人，但係因為佢哋唔肯承認自己心裏邊嘅罪同埋邪惡嘅行為呢，所以佢哋唔能夠得到耶穌嘅醫治。而嗰啲好似利未咁樣承認自己係罪人嘅，又願意真心悔改嘅，佢嘅靈魂就得到醫治啦。佢哋嘅生命亦都會充滿希望、快樂同埋平安。聽眾朋友，聖經話俾我哋聽，世界上面每個人都係罪人，所唔同嘅就係你願唔願意承認你嘅罪，你願唔願意悔改啫。如果你唔悔改嘅話咧，呢啲嘅罪就會帶你去到一個滅亡嘅道路。但係如果你願意悔改嘅話咧，神就會赦免你，仲賜俾你永遠嘅生命噶。當我哋今日睇到呢個利未呢個人嘅時候，我哋會話：我哋比佢好啫，我哋唔係咁貪心，我哋唔係犯咁多個罪啫，我哋有時都做啲好事啊。但係喺神嘅眼中，我哋犯一種罪，一件罪就已經係罪人。我哋同利未其實係冇分別嘅。如果我哋用神嘅律法去照一照我哋自己生命嘅時候，我哋就發覺，如果我哋坦白嘅面對自己，我哋就知道我哋真係好自私嘅人，好邪惡嘅人。只不過我哋好多時候唔理呢個思想，收埋佢唔理啫。如果我哋真心面對自己嘅時候，我哋就會好似利未一樣，我哋願意嚟到耶穌嘅面前，我哋承認佢係我哋個人嘅救主同埋永遠嘅主。咁樣我哋就得到快樂嘅生命，我哋就能夠好似利未咁樣係快樂嘅過活，而且仲有能力嘅去傳福音，讓其他嘅人呢，讓我哋嘅親戚朋友都聽到呢個寶貴嘅福音。
收音機旁邊嘅朋友，我有一個好消息話俾你知，我呢度有啲非常珍貴嘅 DVD， 特別想送俾你。呢啲係海外華人感人勵志嘅真人真事，佢哋嘅經歷曾經感動過千千萬萬嘅人，希望你亦都可以感受到佢哋人生路上轉危為安，以致重新得力嘅秘訣。好歡迎你打電話嚟俾我索取呢啲 DVD。我係李天佑，我嘅電話號碼係 Sydney 95707703 Sydney 95707703。我嘅電郵地址係 ccccgb@gmail.com Email 地址係 ccccgb@gmail.com。歡迎你同我聯絡啊！